究竟食乜嘢好呢？喂，阿豪，好耐冇見喎，搞緊咩啊？見你睇個餐牌都睇咁耐，揀個餸都咁難咩？咁苦惱嘅？冇啊，呢排做緊 gym 啊，想控制下飲食，管理下身材啊，但又冇時間喺屋企煮飯喎，出街食飯又要成日計住卡路里同熱量，好麻煩啊，所以咪頭痛緊食啲咩咯。哦，咁啱啦，不如你試下用呢個 Apps 啦，佢叫做 Wise Meal，佢有 AI 識別同追蹤食物嘅功能，我估應該都幾啱你用嘅。首先，我哋去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度下載佢嘅應用程式，然後我哋登記一個新嘅 account，因為 App 上面會用到唔同嘅數據分析同 AI，所以我哋需要登記一個賬戶，記錄返啲數據。之後我哋入到去 Apps 個界面，佢首先會問你目標、性別、年齡、身高同體重等基本資料。等佢有一個基礎嘅數據分析之後，可以選擇返目標，例如喺一定時間裏邊減到某個目標嘅體重，仲有運動嘅強度。應用程式仲好細心體貼同人性化，考慮到唔同客戶有唔同嘅體質，例如身體疾病同埋敏感程度，都會因應唔同嘅需要去改變客製化嘅營養餐單。如果你有任何監測身體嘅手錶，例如 Apple Watch， 咁你就可以打開呢個 App， 連接你嘅手錶，然之後佢就可以隨時監測住你身體嘅變化，作出調整，更改佢之前為你制定咗嘅營養餐單。呢個應用程式最犀利嘅位係佢仲有一個 AI 識別同追蹤食物嘅資料，只需要利用應用程式裏面嘅 AI 相機鏡頭影相，就可以即刻分析出食物嘅種類、份量、卡路里、蛋白質、脂肪含量同埋碳水等資料，方便咗外食一族同埋身材管理嘅人士，無需要再花心機上網去搜尋同計算食物嘅熱量等資料。除咗 AI 掃描分析技術之外，仲有一個食物數據庫，可以直接搜尋各種食物嘅資料同營養。咦，聽完你嘅介紹同試用，又真係幾啱我喎！唔單止 AI 可以識別同分析食物，仲有食物數據庫同客製化嘅營養清單，咁我就知道以後自己嘅身體需要補充啲咩營養啦。係咧，咁之後你就唔使再煩惱究竟出街要點樣食同計算啲卡路里啦。